野外动物伤济嘛是伤脑筋。这是美国华府有一个真出名的严苛国家公园，当地野生的鹿仔是拖伤紧，即马已经甲公园内原生种的树仔丛强要食了了，造成生态危机。所以当地政府即马打算要甲一寡鹿仔灭掉，希望赶紧恢复公园的自然环境。 走入青翠的树林，听流水声，听鸟仔伫叫虫吼。华府地区有7平方公里的严苛公园，是当地真互人欢迎的自然景点。不过园方的人员所烦恼，这种美景可能会伫未来100年左右消失。原因就是园内白尾鹿仔数量伤济，原生物种的树仔栽竟要互因食了了。Deer populations got as high as 100 per square mile at its peak. And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healthy deer populations, in terms of the forest, are more like 20 per square mile. 生物学家指出，19世纪因为乌白开垦也甲过度拍烂，美国的鹿仔镇差不多规个灭种。不过经过复育，目前全美国的野生鹿仔数量竟然超过3000万只，大部分是集中伫东海岸。为了避免严苛公园内原生物种的树仔栽继续去互鹿仔残害，园方为2013年开始杀鹿仔，最近已经看到初步的效果。So this is regeneration. This is what we're hoping to see in more places. Yeah, you can see spice bush here, which is a native shrub. The specific plants, especially natives, that we recover are really good food source for mini fauna sometimes, for specific pollinators, for specific insects. 在2013年开始要杀鹿仔进前，当地居民甲动物保护团体嘛想要阻止杀鹿仔，还阁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禁止拍蜡，不过去互法院拒绝。另外，原来有人建议引进野狼这垃圾性动物，不过园方考虑可能对附近居民的安全产生新的威胁，所以才无安尼做。杀鹿的行动虽然解决部分问题，不过同时嘛引起新的争议。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